今日同大家分享新公屋1到2人單位設計案例，全屋實用面積153呎，用盡所有空間，入門口做到頂電視櫃，上下都可儲物，客廳做滿儲物櫃，仲做個新宿餐台加梳化凳，睡房就用屏風櫃做間隔，唔會遮擋客廳光線，咁樣設計空間利用到盡，儲物空間多。睡房就做4呎地台床連床頭衣櫃，1人或2人住都能滿足日常生活需求。之後廚房就做 L 型地櫃加吊櫃，仲有洗衣機嘅位置。最後廁所就做洗手櫃加鏡櫃同埋浴屏。大家有裝修需求歡迎 PM 我報價啦。